蔡总统今仔日到高雄参加活动，伊上届关心的也是党内的总统初选，因为赖清德质疑蔡英文可能会阁修改初选的办法。蔡英文是来回应讲，赖清德袂当因为无顺伊的意，就出言来攻击。伊嘛再一次甲赖清德话话，讲都爱合作，讲一加一才会大于二。 蔡总统最近经常来南部，伫顶礼拜高屏宫庙之路了后，今仔日又到高雄担任中共运通新会轮的候命人。是宣扬台湾民主的形象，我们把新传定义为东刚自由人，代表了台湾最自豪，就是我们的民主自由。现阶段党内总统初选要是车袂定，外界传言党中央被蔡英文把持，可能会修改初选的规则。 行政院前议长赖清德讲，千万不可。这一些决策的机构不顺或者是不顺这个赖前院长的意，他就把它收为是一种不当的程序。但是嘛，释出善意，希望共同合作。我们能够合作让我们在大选里面可以取得胜利。 蔡英文希望甲赖清德共同合作，这嘛说明希望会当走向蔡赖配。不过近期蔡英文的民调渐渐升悬，嘛，互伊更加有信心来面对2020的挑战。